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努力追求靈命長進，生命更豐盛。今日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14章22節。我哋進入神嘅國，必須經歷好多嘅艱難。今日嘅故事，一個農夫挖咗一個井，井水好清。佢日日都帶住束口嚟到井邊飲水。突然喺一個夏天，天災冇雨，井水漸漸都減少啦。後嚟甚至冇水啦。農夫無奈，為咗束口，四處去奔走，去揾溪水泉源。有一日，有一個旅客路經農夫屋企。傾偈之間講到去井水，客人問佢點解唔再挖深一啲呢？農夫覺得再挖落去就需要擊穿石層噶啦噃，太艱苦啦。客人話：雖然係咁，但係一勞永逸，只要一時經歷艱難，或者就會得到意想不到嘅泉源。農夫就聽從佢意見，把個井再挖深落去，通過石層後，果然清冽嘅泉水就源源咁湧上。原來井底下乃是一個噴泉。我哋一齊默想，我哋嘅靈命所以膚淺，就係因為唔肯付出代價，畏難積退。若要生命豐盛，必須經歷好多個艱難，你願意更加努力同埋堅持，以致靈命更加成熟嗎？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天父，我哋知道冇啲乜嘢嘢係可以不勞而獲嘅。我哋在世上嘅生活都係咁樣，必須勞碌以得溫飽。屬靈生命都係咁樣，我哋要盡心登高，除咗要經歷好多個磨練，亦必須要追求更加認識你，熟讀聖經同埋其中嘅教導。求主施恩扶持我哋，好讓我哋不灰心喪志，堅持到底，就必得到永流不息嘅活水，豐盛嘅生命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《使徒行傳》14章22節。我哋進入神嘅國，必須經歷好多艱難。